曾子之妻之使，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：汝還，故反謂與殺之。妻息使來，曾子欲報自殺之。妻子之曰：突與嬰兒戲矣。曾子曰：嬰兒非與戲也，嬰兒非有之也。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遂烹治也。曾子之妻之使，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：汝還，故反謂與殺之。妻息使來，曾子欲報自殺之。妻子之曰：突與嬰兒戲矣。曾子曰：嬰兒非與戲也，嬰兒非有之也。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遂烹治也。曾子之妻之使，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：汝還，故反謂與殺之。妻息使來，曾子欲報自殺之。妻子之曰：突與嬰兒戲矣。曾子曰：嬰兒非與戲也，嬰兒非有之也。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遂烹治也。曾子之妻之使，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：汝還，故反謂與殺之。妻息使來，曾子欲報自殺之。妻子之曰：突與嬰兒戲矣。曾子曰：嬰兒非與戲也，嬰兒非有之也。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遂烹治也。